这个我个人来讲是应该负责最大的一个责任督导不周最大的责任，所以我已经跟市长提出请辞，如同刚刚市长所讲的，今年的情形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在现在疫苗严重不足的时候那大家都要提办疫苗，那我们也尊重中央的一个规定。那大家也知道，这1年多来，各种的信息，包括指挥中心每天的记者会，或者后来加开的会议，还有种种的公文，事实上要掌握这些信息，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不管怎么样所以在这一次造成这样一个，当然这个疫苗下来以后，那我们也期待就像我那一天讲的，要把疫苗尽快打到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但是基本上它还是要符合中央的相关的规定所以那这次在这样疫苗严重缺乏的时候，那我们的同仁在分配上造成这样的一个有混乱造成社会的很多的意见我想这个我个人来讲是应该负责最大的一个责任督导不周最大的责任，所以我已经跟市长提出请辞。那当然我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控制，把事情做好。好，接下来同样是延续好心肝诊所的相关提问。有医护人员向媒体投诉，指出好心肝诊所的疫苗，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北区某一间医学中心带出来的。请问北市知道这件事情吗？会不会协助调查疫苗的批号？我是没有听到，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消息的。不过是这样的台湾的医学中心还是相当严谨的。我是医界出身的，你知道说什么医学中心的药品会被偷出来拿到诊所去打，我看这个机会不大。我不敢说100%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不太容易这个不太可能了。所以常常是这样的出事的时候谣言满天飞，你知道但是还是要对系统、对制度要有一定的信心。今天上午北市府有进行稽查，请问稽查的内容？另外，除了好心肝、小核心、合众诊所，他们有没有确实造册并且施打在前3类人的身上？人数是多少？疫苗打完了吗？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被处罚？小核心诊所的老板苏怡宁说，是卫生局说有多余的疫苗可以配发，叫我们赶快打，这是事实吗？今天一早，我们就请卫生局的稽查人员已经到核心诊所去稽查他们所施打的对象。那结果的部分，他们等一下还没有回报上来，不过今天应该会把所有的名册拿回来比对。那另外，好心肝的名单从昨天稽查员已经带回来，那我们也在连夜的比对，除了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之外，大部分都非1到3类，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按照名单一一的比对之后予以开罚。那合众的部分也在稽查中。那目前为止，听到这个小核心诊所老板说的话，我想他可能必须具体的说，是卫生局有同仁直接跟他们这样说，还是有什么状况？我们希望他能够举证出来，我们也请检调一并调查。昨天黄副说是0602专案才发的疫苗，为何小核心可以在5月31号拿到？是以何种标准拿到的？昨天医师说的5月27号又是指什么？各位，昨天我听到我的消息是，他们是说5月27号就开始有配发。那今天他们更正说是5月31号，这个是误植。那他们的报表里面自己有错误，也就是说，第一批就是5月31号小核心诊所拿到40瓶。那这个标准适合标准拿到，这就是我们正在稽查的重点。我先讲我跟许晋川认识的那也没有什么深交的。我当市长以后，他们有办活动去站台就有。不过你放心好的，这个蓝绿2党去站台的比我还多那还是这样的今天这个事情，我昨天上班的时候都还不晓得我是看媒体才知道查要时间的，知道吗？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查我的态度是这样嘛有问题有破洞，那就公开嘛我们就认错嘛该补的该修的我们就去修补嘛。